来为着要找找美景，意外发现这个亲像是电脑字盘的美景。有一个真爱摄影的乡亲，用卫星地图的软体，要来找家己落雨伞的地点，结果看到这把超大把的电脑的字盘，伊用空拍机甲摄落来，传到网络顶，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空翕机翕到规条溪边啊，阁有真侪树仔。伫溪中央的这个画面，敢有感觉真熟悉？像电脑键盘啊。哦，这个啊，哦，像键盘。你像电脑的按键啊。高城受访的民众看法拢真一致，讲真成字盘。搁较近来看，一块搁一块，而且搁细细角角，边啊搁有较大型的。规个比例阁有大小，真正甲电脑字盘足相像。摄影的人是 Wade Lee， 一开始伊是伫嘉义县中埔乡想要找会使摄影的景点。有看到那个 Google Map 的空照图，发现说那边有一个像是一个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很像键盘的东西，就想说去拍拍看。然后网友也都说很像键盘。这个画面放到面册摄影的社团了后，有真侪人拢来讨论。伫赤兰溪以外翕出真像电脑字盘的豆腐岩，嘛变做介意摄影的人翕相的好所在。